喺你嘅心入面，彩虹會以咩形式出現喺你嘅身邊？彩虹只會係雨過天青嘅時候先見到佢。大家好，我係劉子陽。我見過呢條彩虹就好特別啦，佢屬於香港，屬於一個時代嘅歷史見證，更屬於愛同希望嘅延續。冇錯，佢就係位於香港嘅彩虹邨。呢個陪伴住香港人一個甲子嘅公共屋邨，係當年獲獎嘅年度最佳建築，係國際貴賓到訪香港必到嘅參觀之地，係向世界展示香港房屋政策同繁榮面貌嘅代表屋邨。佢曾經係一個時代嘅驕傲，更係幾萬人溫暖踏實嘅家。媽媽話：屋邨入面就好似個迷宮咁，佢次次入去都會迷路㗎。當那知彩虹邨要重建，我決定去呢個神秘嘅地方探險。我哋走入咗一間古舊嘅鐘錶店，一位老伯伯竟然向我推介七彩顏色嘅電子錶，仲好溫柔咁幫我試戴喺手上面。我好奇咁問佢：重建之後你仲會唔會開店啊？我已經90歲，重建之後都冇力開店啦。聽完之後，我感到莫名嘅傷心，因為大商場嘅連鎖鐘錶店係冇屋邨小店嘅人情味同溫度嘅。走上七彩顏繽紛嘅停車場天台，所有人都和諧共處，有人打波，有新人影結婚相，仲有遠道而嚟打卡嘅外國遊客，令呢度成為咗香港同世界連接嘅彩色橋梁。時代永遠要向前走，彩虹邨將於2028年逐漸清拆，屬於舊時光嘅畫面慢慢會變回憶。人同社區嘅聯繫，鄰里之間嘅溫度，係連結住街坊人情味嘅核心。時代會變，模式會轉，重建從來唔係終結，而係時代嘅蛻變，係生活質素嘅升華。正因為咁，我哋更加要珍惜眼前呢份溫情，守住心入面嗰份不變嘅人情味。我好幸運，可以親眼見證呢個時代變遷，親身感受呢份難得嘅溫情。愛同未來喺彩虹嘅見證下，依然會綻放更亮嘅光芒。多謝大家。